来，谢谢。今天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声，节目开始带来一首《手抱囝儿怀无温》，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为什么我拢捌看过阮爸爸咧？小玲，小玲，妈妈，你哪里哭？你甲我讲，你甲我讲好无？妈妈，当初为着你反对女儿的婚姻，查某囝才会离家出走。虽然妈妈你时常叫我抱小玲搁倒转去，不过无翁有囝的我，哪会搁有面子通好转去咧？手抱囝儿怀无孕，如今我才会当体会到妈妈你疼囝的心情。妈妈，妈妈。请你下面努力的不好，好不好？
抱假儿怀无孕啦，好有影。即摆像这个囡仔的时阵吼，较早拢总伫咧讲的真奇怪呢，咱有讲袂听。吼，像即个呢，老爸老母疼囝的心肠，永远的时阵吼，拢总是比即个天呢搁较悬，比像一个海搁较宽。吼，惊你食无饱啦，食无烧啦，上惊是惊安怎？惊讲你受到伤害。对啊，这个社会性呢，形形色色啦。对，有即个危险的所在，吼，比如讲出外，有即个安全的问题，对啦，人事的问题，是啦，毋知呢，会怎吼，互当作零件怎未掉？哎呀，惊讲你食亏啦，嘿，那个如果来讲欺骗骗去的当中的时安尼毋过无要紧，咱就较戆，较调直。有当时是受着伤害。若人碰进去的时阵吼，爱目睭讲无一蕊去，甚至心脏的先无去，吼，腰子的时阵讲醒起来当中先说无一粒。呀，即款的做这呢，你真捌真惊，毋捌毋惊啦，吼，就是毋捌的，就亲像车马牛共款啦。吼，你像即摆现主事吼，爱注意哦。对。即个国家的时阵，伊像即个进步，吼，伊咧讲像即摆现主事像即个中国去变遐。哦。中国是咱的像即个吼，咱的较早先人过来所在。对方。但是共产党吼，对咱即个。无遵着真好即个好意啦，还是吼，安尼啊，伫迄边遐先较有一寡就这吼怪啦骗啦啥安尼。哦，总控啦。所以讲即个总控啊，国家先甲列为像即个吼，即个叫做甘仔色。甘仔色国过的时阵对无吼，都红色哦，本底是吼绿色的哦，你去日本啊，去倒美国啥。拢绿色的。哦，拢绿色的。绿色的时阵对无，就车顶就会当行。对啊。你若如果黄灯呢？黄灯爱注意。黄灯都爱说字后。对。系啊，若如果甘仔灯呢？哦，安尼哦。80%的危险嘛。是，都爱动的啊。当时啊，去到遐时阵，佚佗碰进去。哎呦。哦，最近的先即几个月。所以讲吼，莫讲家己啦。哦，如果你若是讲即马佫有参加旅行团的话，吼，有人带团那个还可以啦。对啦。当然起码就讲政府在甲咱讲，咱都爱注意啊，吼，是安尼啦，吼。爱细致。对。后来，山顶已经侪观众朋友等不及啊，讲我放你啦，我有甲你拍破关呢，吼，想讲今仔日就好，吼，咱即个吼雕兴大哥、文东哥哥，谢谢哈，咱的艳红姐姐，木火大哥，谢谢你，个文东大哥你好哈，蔡大哥，咱的严明虎严大哥，也个咱古大锦大姐啦，吼，佳佳。还有咱佳佳吼，嘛咱给咱拍婆啊哈，谢谢咱的芙蓉姐，感谢您哦，春雄哥哥、剑刷大哥、尤大哥、尤大嫂哈，跟咱的徐爸爸、徐妈妈，好，谢谢大家哦，准时收看，玉轩嘛拢上线哈，感谢哦。来，像讲今仔日就好啊，咱有真侪时段，像讲老师啊，是，我吼，最近啊，去一个长辈厝内底。好，长辈出来面。我咧长辈吼，我讲长辈吼，超过70岁啊。爱讲我拢叫姨婆啦。姨婆吼，伊早细汉我拢总伫。姨丈，姨婆。嘿，我伊早细汉拢总伫遐来佚佗，所以讲我甲姨婆袂歹。厝边隔壁嘛吼。但是吼，我咧就爱今仔讲着讲断舍离。相信足侪咱时段，我来咧讲这个时阵啊，哎呀，阮兜内拢共款呢。厝内底迄阳台咱入去的时阵物件就足侪啊。即摆咱想讲，哇，空气无好啊，伊无话无窗仔门甲你开者哇，迄阳台蹲规间啦，迄安尼杂后塑胶落啊啦，后迄粪扫桶啦后迄一寡报纸啦。伊婆啊，你这要是要创啊？伊讲无啊，都。藏的万一我来用会着啊！我唔知有一天的先来用会着的时你讲的报纸偌好用的，会甲我输落啊！嘿，一卡过一卡，结果是已经超过1000卡。对啊，我咧讲，阮兜迄粪扫人哪会着搁买迄垃圾袋，唔免啦。我拢若去菜市啊转来时阵就甲钉开。包括迄个电风伫咧吹，都用插头都歹去啊！伊嘛搁讲伫遐讲，用的时阵才会修理，经过用5年啊。嘛无啊，嘛是搁等咧遐。感觉较早的人吼，真正足欠的。欠啦，其实呢，这就叫做断舍离。长，包括讲衫裤，30年前的衫，你时阵都24腰啊，
即马都38腰啊，是你嘛是讲，哇，迄时阵买即领衫足贵的呢，啊，搁新擦擦，啊，都毋敢囥，毋敢顶掉。过去吼，嘿，送互你家己有缘的啦，吼，家己兄弟姊妹啦、厝边隔壁啦，啊对安尼呢，甲伊嘛搁有一个零钱。延续伊的即个生命安尼。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咱真侪时段，你甲看嘛，恁兜吼，迄灶骹，啊有豆油骨落罐，加刀骨落机，粪扫桶骨落骹，计用嘛用一骹尔，对咩？对无？较济咧这是是的。啊，阮的姨婆吼，其实物件较济，我拢甲讲，啊姨婆你也买较济啦，啊都有当时啊买都袂记得去。厝内面搁足济啦，吼，实在是乌白买，真够买，吼，毋是讲就厝内面无。啊对啦，一这吼，毋只是讲就即个无经济尔，是啦，吼，其实呢，咱呢就这，你会感觉讲即个日子啊，讲怪怪，卡条咧，卡掉咧，吼，啊厝内面吼愈来愈乱，哎安尼啊，一寡物件挤甲人的时阵，即个活动啊空间拢愈来变愈细去啊，人会变成啊啦，心情烦啊，对，吼，啊头壳的时阵对无吼，甲目睭啊，目睭拢总看遐物件，嘿。安尼啊，吼伊，除了看所迄个节目以变成，看迄个节目了后，啊，就倒顶拢全物件，连锁反应说变成了喘气心，甲喘袂起来，物件缀调的共款。系有影哦。所以讲吼，观众朋友啊是，如果你即马若看到，讲恁兜的碰意，像讲咱这时代吼，咱碰意本地都安尼一了长长会当坐咧三个，你发觉着讲，敢若剩一位尔，迄两位是呐咧放物件，是，吼，啊桌顶本地都安尼吼，咱的客厅啊一个桌顶吼，哦，安尼放较全物件呢，后放一寡饼啦、豆油啦、豆油池啊啦，甚至吼，迄报纸嘛、粪扫嘛贴一堆伫遐搭。对啊，你拢想讲吼，其实咱拢会想欠啦，就像拄则老师咧讲啊，啊，我这都我下一厝都搁用会着啊。对啦迄放恁啊，迄报纸吼，人迄若报纸哈，我甲贴一摊吼，迄个厝迄粪扫桶的时阵吼，甲厝一地偌好用的呢。是，你外口厝，外口厝。吼，一工报纸6、7张啦，啊，才你10张啦，外口厝一工嘛要厝一张尔。对啊啊，有当时改动粪扫搁3、4工才变一届。就是安尼。对无？较早会记得我咧读册的时阵，吼，啊，就这个先总统讲过，哎，你真赞好，吼，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吼，迅速确实，安尼啊，吼，物件先吼，莫咧吼，安尼炖甲安尼对，整个先差不多当时的时阵吼，是啊就这个吼压迫，迄种感觉就冇啊。对啦。吼了吼，我讲水水啊，啊，就这个重点的是加放放咧，哦，咱咧就这个动线伫行的路的时阵对无，才会空旷，心情才会好。所以讲吼，真家毋是互人看的，是互家己一个好的空间啦吼。所以讲观众朋友会记得哦，物件若无用的，你都放伫遐搭，放伫迄壁角，已经我讲超过3档，超过5档无用啊吼。你就是爱断舍离，甲清清咧，无可能佫用会着。包括讲恁兜吼，迄个灶骹啊，迄有当时啊物件拢已经过期去啊，你还佫伫咧囥，对无？迄囥甲卡一下啊，迄罐头拢碰讲去啊，清清掉啦吼。哦，哎，所以讲吼，迄工我就啊，讲姨婆啊吼，我甲伊拼斗拼一下斗，啊人伊嘛会斗拼啦。真好啦。伊拼一下斗的时阵吼，甲收了了后，人你感觉安尼讲？哦，安尼哪会加足顺的呢？安尼有影加足清爽的。伊讲安尼有影加足舒适的，我讲当然咯，安尼加足舒适的啦吼。其实袂共款你间厝，对啊。是讲你有病甲无病。是啊，是咧人大，毋是物件咧大的啦吼。好，来讲到这，即摆要来准备听歌咯，吼，安排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做互动哦。点歌哈，来头一首歌曲，爸爸，我时常想你。父亲，我时常想起，时常想起着家乡。第2首，妈妈请保重。你故乡赐我来流浪，爸爸哟，妈妈哟，请恁爱原谅。来第3首哦，乡愁的男儿。男儿出外去，经常求在你。朦胧的月
暗暝思念家己。来第4首歌曲哦，《流浪的马车》。日头渐渐马车驶，马车走山边。来第5首，《天涯流星队》。靠元气的。日头落山黄昏时，地母带行去壁边。来第6首，第6首嘛是我的歌吼，《倒刺的玫瑰》。炎热的金色太阳，白色的烟雾。好来，以上6首歌曲准备哦，咱来敲电话哈，敲咱头前的8326-317。8326-317。来，中华歌曲直播无歌曲嘅一个控诉。头一位观众朋友就算。哎，徐妈妈，哎，我头一名。第1名，拍拍手，嘿，给你拍拍手啦！来，五粒。 5跟6票，哎好，我写开哈，好好好，谢谢，感谢。来，运动哥哥，喂，好你哦，嘿哦，你好，好，你好啊，啊，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啊？江丽老师好，你好，我听第5、第6。安尼，我写5跟6。好，没问题。哦，谢谢，感恩，大哥谢谢。平安。来了，姚大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要听第1首《爸爸我时常想你》，第2首《光临请保重》。OK， 谢谢。哎呦，满妹姐。我要听第1首。哦，好。爸爸。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满妹姐哦。哎呦，盛忠大哥。流浪马车。安尼哦。我嘛请保重。哦好，我下开哈，来，这是咱盛忠大哥哦哈。好的。喂，你好，玉轩，哇，玉轩都卡一届哈。喂，姚大嫂。喂。嘿，姚大嫂你好。我来点妈妈请保重吼。安尼哦。天涯流星雨。哦，这是咱姚大嫂哈。好的，谢谢你，谢谢哈。玉轩这个卡一届。哎呦，梅香姐姐。光临降临，你好，我要选第5跟第6。安尼哦。哎，谢谢。好的，没问题哈，谢谢我们的梅香姐姐。哎，玉轩姐你好。嘿，两位主持人您好，我要点第4跟第6。安尼哦，哦，好的，哦，谢谢。好，谢谢我们的玉轩姐。喂，你好，陈妈妈。喂，欢迎，欢迎。我听爸爸，我时常想你，妈妈请保重，拜拜。拜拜，谢谢。来哦，喂，你好。喂，宝丹姐你好。天光张明老师好。嘿嘿。第1首，爸爸，我时常想你。好好，安尼无问题哈，谢谢宝丹姐喽。来，龙友大哥。喂，龙友大哥你好。哎，你好。哎。帅哥美女你好。谢谢。想要听倒一首？5跟6哟。天涯流星泪。好，没问题哦哈，我下开了哈。倒刺的玫瑰。好，感谢你哈，平安。来，张大哥你好。来自桃园的哦。哎，乡愁的男儿。乡愁的男儿哦。哦，好，来，这是张先生啦哈。好，平安哦嘿，谢谢。来，移民哥哥。哎，我好。嘿。我要点第1首的，我第3首的。安尼好，没问题。好，谢谢。好，这是咱的移民哥哥。哎，咱今仔这是现场的吼，来邀请侪观众朋友，你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你只要有在咧看阮的节目吼，拢总邀请你来点歌，点一首啊。这内底6首内底，你上喜
哦，啊，就安尼吼，要互工人也是芳邻来唱互你听，你就安尼来做互动啦吼，这是种互动哈。来2首，一个人会当点2首哦吼。来，今仔先来安排这首叫做《天涯流星轮》。来，来哦吼。这首歌有口碑，有口白吼，足有感情诶。有感情的好。第2首老师，你安排爸爸，我时常想你哦。嘿，好来，这首歌曲吼，我的歌呢？是。好来，咱来准备一下吼。哦，谢谢。来，徐妈妈、徐爸爸、文东哥哥、尤大哥、尤大嫂、美香姐姐、龙友大哥所点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有口白的哦。天涯流星泪，谢芳邻小姐。妈咪，你头落山的时阵，家女拢会带家仔囝去搁拼命，为什么？为什么？你放阮亲像孤儿？妈咪，你是伫倒位？你是伫倒位啦？妹妹，好，乖乖，通搁好啊，咱就爱忍耐，缀阿姊来找妈咪哦。妈咪啊，妈咪，妈咪，到底你是在哪里？阮是个流浪，就是要做你，阮是苦命小流星。天涯流浪字，有啦，流天涯流星泪。
小等下，咱要来进行这个阶段，像老师安尼，若摇歌就摇唔对的啊吼。来，第二首歌曲咱做安排了后咧，咱即摆先来进行第二阶段，咱就是互咱观众朋友听歌、摇歌名，好咧送互咱这个济观众朋友哈。来，今仔赶快送咱这支吼，世界好用的吼。这应该会使讲，这个已经第4代，我刚听邱兄咧讲，这个第4代了吼。轻好用探头呢，拢总有6种的探头，吼，无论是阿妈滚筋啦，还骨目骨旁内底啦，吼，咱这定袂着、饲袂着这个所在哈，拢总一支就甲你搞定哈。今仔日你若是摇歌吼，摇有着，拢有机会将这支筋膜枪甲摕走转去哦吼。来，准备2首歌。这个李耀芳，也甲杨雅小姐，嘿，早前呢，真好唱歌，是，吼，迄时阵呢，拢差不多15、16岁啊尔。安尼哦。姐妹花，好，内面就这个主题曲，好好，有5字啦，5个字。来，谢谢我们的水章大哥哦，水天哥哥，文心大哥，尤大哥、尤大嫂，属林的钟大姐，你做下讲我声哈。来，即马准备哦，小峰，咱准备咱来点要歌咯，嘿，来卡在头前，3、2、6、3、1、7、8、3、2、6、3、1、7。叫你，你不知有听见无？自从咱离别了后，时常思念你，一片真情望你唔通来袂记，期待一日过一日过爱的爱你。人啊，你倒位去？天边海角找无你，予阮每日空相思，目屎唱予你，一生幸福永远只望你一个。日线分离，无缘的爱人。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台语的歌曲，有台语名。你若如果来讲台语，讲啊未标准不要紧，讲北京话也可以，也可以5个字。来，好听拢伫遮。怀念的台语金曲头多去首，刷入去那个唱首你要较中国的，差不多半路楼啦的这个歌曲安尼。单一龙先生真受到欢迎的一首歌。这个歌真正嘛是真有感情啦。我来甲演唱这首歌曲。
有啥人无爱故乡？有啥人愿意来流浪？他乡的我，为伊前途打拼。心爱的车你等待我，徛点若有通看我的影，天星明了阮心声。一声叫你的名，唱出着流浪的歌声。有啥人无爱故乡？有啥人愿意来流浪？他乡的我，为伊前途打拼。心爱的车你等待我，徛点若有通看我的影，天星明了阮心声。一声一声叫你的名，唱出着流浪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五个字，五字。来依照像这个惯例，我即摆现主持，要甲演奏一对像这个热门音乐了后，速速就要甲公布答案。来公布答案。头一首歌曲，杨雅小姐嘿，所唱的，叫做什么歌呢？什么歌啊？爱人啊，我在叫你，你不知有听见无？这首歌曲叫做《人爱忘人》。
歹势讲唔对的，讲倒变去南方的爱人才对。你左撇子，啊对啦。你爱原谅伊是左撇子，他会南从方的爱人。啊，他往后啦。好，安尼咪要讲一届啊，吼，来第二首歌曲。南方，咱哦，咱唔对，嘿，来。你就有一个人呢，你哪去犯这种错误呢？第二首。有啥人无爱故乡？有啥人愿意来流浪？这首歌叫做《流浪的歌声》。今仔拢总是5字的啦吼。来，头一首歌曲就是咱的南方的爱人，第二首就是流浪的歌声。来，恭喜哦！今仔侪观众朋友，大部分拢总有着吼，恭喜恁哈！先收起，小等下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就是咱这支金魔枪吼，金魔枪。啊，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咱来做准备。你要先做准备哦吼。啊，这个时阵吼，互芳玲。甲咱观众朋友来啦，关心咱生活当中会当互你利便，会当互你舒适，互你轻松的哈。进广告，谢谢。好来，观众朋友，咱今仔要甲咱观众朋友讲的就是这种咱的第二代清洁剂哈。超洁净，咱的超洁净伊叫做万用清洁剂啦，万用清洁剂，伊呢，即届因为来到第二代时阵，第二代一定是比第一代较好嘛，内底佫加一个柑橘精油，精油也会当互咱的清洁度呢佫提升。无大紧，咱本地是做5倍浓缩，5倍浓缩的喏，我若卖你1桶，你转去爱甲套做5桶。但是呢，咱即马浓缩再浓缩了后，即马可以用个1桶对无？你要甲套做7桶，安尼你知影？安尼叫做7倍浓缩吼。咱即组咱的超洁净呢，伊会当用啥？洗菜、洗水果、洗碗池、洗灶骹、洗咱的琉璃台、洗咱的排油烟机、洗到为浴室入去的时阵，玻璃。马桶，咱的洗脸台，包括讲会当去除油垢、除臭、细菌，包括讲你会生一寡水袋啊，超歹洗对无？来，你若尤其是咱的水垢，水垢就讲浴室内底嘛吼，浴室呢，你若要洗身躯之前，先甲墙好烧，所有水垢的所在，包括咱的莲蓬头，拢甲墙好烧了后，然后用咱的舒洁超干净，你甲安怎？轻轻甲喷喷的，咱有一支喷头对无？你甲喷喷的了后，甲静置差不多，身躯洗好的时阵，小强者，了后你甲回咧，足清气的，轻轻松松。对，这就是洗咱的浴室，咱这个水垢的窍门伫遮啦哈。啊，若洗衫裤，我咧讲吼，人讲洗甲会当白闪闪、清气淡淡，尤其是咱查甫人有当时穿洗字啊。阿妈，你还是咪高一言？查某孙啊，倒来时阵，哎哟，这嘛去滴一滴，这嘛去滴一点，安怎？水果果汁啦，滴着食饭的时阵去滴着豆油啦，滴着一寡有色素的东西，你会记咧哈？洗衫嘛是有撇步的哈，喷喷的了后，重点要出这个。对，甲喷喷的了后呢，然后甲放到洗衫机内底，你只要甲这挂甲掀开哈，若是我来讲，倒一届。搁倒2届，安尼就好啊哈。大概2个瓶盖，2个瓶盖就够了哈。2个瓶盖啦，对，用这扎就好啊哈。好来，讲到这，观众朋友啊，咱这已经提升到第2代7倍浓缩哈。进前卖你的时阵，这1桶就是偌济啊？1180块啦，吼，这1桶就1720，但是观众朋友，我们呢？今仔要来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们注意听哦，吼，洗衫、露涂骹这拢免烦恼，尤其是露涂骹。来，而且吼，甲咱观众朋友报告一下，你来露涂骹是露过，你若有咱咧水桶吼，甲倒一束啦，你啊一束啦就好啊哈。然后咱咧自动拖把撸的，你甲撸过了，唔免阁用清水清过哦，吼。伊内底我咧讲哦，这内底你若安尼甲清清的了，到遐加纸就看唔敢活来。伊这是碱性的。伊是碱性的，吼。
这内底因为安怎？小老讲碱性的，因为内底就是有海水碱，是，伊有内底有椰子油，伊内底有酵素、柠檬酸，拢总是天然的。所以讲我讲高科性不爱坏。咱这吼叫做万用清洁剂，拢总是环保清洁剂哈。这洗洁的能力上介强的，啊天然的，甚至无小心去食到的时阵，也阁无要紧哦，吼，也阁无要紧，因为足侪时代讲吼说，伊拢总甲分装，啊拢甲稀释好啊，无小心去食到的时阵，较紧的滚水加啉一罐就好啊哈。来哦，这咱即摆入买一桶是1180块对无？恁今仔电话卡通，因为真侪时代，甲反映讲说，啊，我都有当时楼顶楼骹呢，足无方便的对无？来，今仔你甲我买一桶，放咧楼骹、灶骹，哦，浴室对无？啊，楼顶若要洗衫的时阵，搁甲放一桶，安尼好无？来，买一桶1180块，今仔买2桶，共款搁甲咱收1180块就好。买一桶。来，有真侪时段讲放你啦，我吼，你吼爱迄喷的这支啦，这支就是多功能喷头啊，内底已经甲你稀释好啊哈，这内底我甲你讲，今仔日恁来卡通的时阵，这支多功能的喷瓶内底佫有诶吼，共款佫送互咱侪观众朋友哦吼，来，安尼摕转去，拄好一大组偌济啊，再甲你收。1180块，佮送你500cc 喷瓶。观众朋友，恁若晓算我先算，恁袂晓算我算互恁听啦哈。拢总算开稀释开时阵会当偌济啊？113罐。113罐，1180块一罐，拄10块银，开你10块银尔。如果你若是第二代像这种超洁净这种的，拢总纯天然海水碱剂啊。你伫咱这超市伫咧买的时阵，一罐一定是超过200块，安尼200块，伊甲你讲环保清洁剂哈。用100你省100块。阮这拢总有经过安怎检验合格，你做你放心哈。阮这拢总爱经过检验的吼。来，即摆电话开始要恁卡哈。观众朋友你好。久啊，才卖一届尔啦。喂，你好。喂。喂，哎呦，啊，玉梅姐。啊，安怎？哎呀。可以啊，可以洗碗哦。当然会使洗碗，绝对会这样洗碗呀吼。好，那我要1送1的。对，买1组哦吼，就是1组哈。好，谢谢，感谢。大寮你知道哦？我知道哈，大寮区哦吼，好，谢谢。哎，你好。喂，你好。啊，这你要清洁剂哈？嘿啊。好，来，你等我者哈，刷卡接落去哦，嘿，谢谢，来。喂，来，刷卡到接落去啊哈！喂，徐妈妈。超干净。喂，徐妈妈，我你好。哇，来，规个拢总满线啦，来到接啦吼。喂，淑华姐你好。要一组清洁剂。清洁剂，淑华姐你捌用过无？捌啦。啊，好用无？袂歹啦，赞啦。是毋是一桶用咧？我你讲，逐项拢会使用。洗衫、撸头壳、洗碗拢总共款一桶就够哦嘿。好，谢谢，感谢，谢谢。喂，赵英姐。喂，我要一组吼，有用过啊未？有啊，我用过啊。用过好用哦。嘿。洗甲足清气的吼。嘿。感谢你哈，我跟你讲吼，你只要是爱清洗，足清气的啦吼。好，谢谢哈。来，坤星哥哥。喂。一组吼。坤星哥哥，你要爱一组对无？喂。来，坤星哥哥，我才甲你回电话吼，你的电话拢会感觉怪怪吼。好，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阿姐，你要爱清洁剂吼？对。啊，我先甲你写开，等再甲你回电话，因为你新朋友哦，嘿。好，谢谢。来，喂，你好。喂。来电话吼，哇，规个拢总满线，小船宕机啦，足歹势哈。来，08008108000800815181，来，清平大姐呀哈！哎，芳玲你好，我要订那个2代超洁净，好，用过吗？1180元嘛哈。对哈。那礼拜几送？下个礼拜2。好，早上送好吗？好，可以的哈。下礼拜2哦。对哈。好，拜拜。来，080081080008115181，拄则咱那个有时段咧问讲芳玲啦，你呾迄灶骹洗碗会使袂？当然嘛会使。我甲咱观众朋友讲吼，原底我无用这组的时阵，阮兜清洁剂爱11罐，洗玻璃、撸涂骹、洗灶骹、洗琉璃台，佫无共款哦吼。
洗碗的时阵，佫无共款一罐对无？洗衫若要漂白的时阵，共款佫一罐对无？啊，若洗阿玛尼爱佫一罐，甚至呢，观众朋友敢若加还爱11罐，即马唔免，拢总是一瓶搞定哦吼，一瓶搞定哈，包括讲咱会当洗宠物。洗宠物哈，宠物我跟你讲吼，洗开时阵迄毛碰碰碰，尤其是咱咧宠物店咧买找洗宠物的专用的咧洗迄个宠物的吼毛的时阵，迄一罐拢足贵啊，拢300-400块。我跟你讲吼，用这天然的，咱这拢天然的哈，宠物会当洗哦吼，迄拢是咱的毛宝宝对无？咱的毛宝贝对无？迄会使洗开时阵清气淡淡，佮刷落伊若有生一寡家皂啥吼。伊安怎洗了后较好掠，伊会全混去边仔去哈。来，0800-08因为0800-0800-815181哦吼。来，喂你好，喂，金青总哥你好，要一组吼？哎呀，哦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感谢你有资料哈。来，电话满线，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无不等卖吼，因为我若卖你安尼来讲，买一桶佮送一桶，佮送一个喷头。咱若一家口6个人，我咧讲吼，你逐项拢用哈，听说用半冬。喂，你好，喂，广玉大姐吼，哎，要一组吼，哎，我要买一组迄清洁剂啦。好，我下开哈，谢谢你哦嘿，好，我哎，注意当时会到。下个礼拜1、礼拜2，下个礼拜2哦哈，这礼拜2呀。哎对哈，好，谢谢谢谢，好。来，0800-08因为81，我无搁接啊啦，吼，刷卡接就好啊哈，谢谢你们了哈。来，老师准备来听歌，老师回现场了哈，哦，回现场哈，哇，来，来哈，老师你准备好哈，咱真侪时段吼，拢会想讲，有影呢，阮兜吼，若咧卤啦，咧清啦。拢100罐啦，我就看阮某安尼吼，一个咧琉璃台头前都爱几落罐，甚至吼若讲做哦年这时啊，有当时啊吼，迄玻璃要切者，都爱个玻璃搁一罐。我甲恁讲哦，观众朋友，真正是一瓶搞定，一瓶搞定。姐姐你好，一瓶搞定吼，所以讲吼，观众朋友啊，你甲算开一罐，安尼甲透蓝蓝的。才10块尔呢，你讲有得买才俗的，我相信啦吼。那我这种组合绝对是拍破纪录的啦。这种组合，这种的档期，就是安那要甲咱观众朋友哦做交配哈。你一定爱用到嘛，一定用得到的嘛吼。你来做阮的会员的时阵吼，用这组就好啊哈。老师你要准备唱歌吼，好来哦，好老师来唱一首歌，因为吼规个线顶拢总满线啦吼。我来倒接电话，吼！你即马要互芳龄服务的来，即马会使搁开始敲电话。老师要唱倒一首。爸爸，我时常想你。来共同欣赏，谢谢。喂，邱大姐。常想起着家乡，你一阵敢无快乐平安地过日？总是我踮在他乡，每日打拼过日子。何时才会回来甲你相会？等何时会相会？甲来的人来。
一个思念故乡的人啊，这时阵也是有人为我在祈祷，虽然我无人看过，不过我也真勇行。一日回去看的相会，一日的相会，也在用手牵。一粒，亲像妈妈的珠泪，在困中时常忘记，甲你来讲话，想彼时依依不舍，不愿甲阮爱分离。我免挂伊天顶的月亮，希望你保庇着亲爱的阿母。爸爸，我时常想你。好，谢谢，感谢啊！我即马先来摸彩啊，老师来最后一首歌曲这样做安排啊哈！哇，咱拄只有这水张大哥，来哦！王秀凤小姐，你实在有够够的，秀凤小姐啊！王秀芳，你对啊呢，来，恭喜你哦吼！金毛枪一支，谢谢。中奖的这个，来，音乐甲走落去。好，谢谢。来，感谢咱拄只先树大哥、尤大哥、尤大嫂、顺天哥哥、松香姐、秀峰、满妹姐哈，咱的还有咱这徐爸爸、徐妈妈啦吼，钟大姐。恁来默默抱声检刷哥哥今仔嘛上线哈，甲咱文东大哥哈，谢谢木火大哥哈，多谢玫瑰来，今仔日吼，甲咱观众朋友，你会记得，如果你若迄白色字，也是讲囡仔安尼足乌做吼，出去的时阵佚佗，当然是规身躯安尼乌做甲安尼吼，会记得哦。咱有一支喷头，你爱先甲喷喷的了后，然后放咧大概炒10分，再等落洗衫机内底倒2盖，大概2个。杯盖就可以了哈，安尼我敢甲你讲保证，绝对足清气的，唔免搁互你用漂白水哦，吼。若会经啊，我拄则有交代过啊。你若是玻璃，你只要甲喷喷的，摕一块布来拭者，琉璃台才是厉害，排油烟机是毋是油通通对无？来，油通通的时阵呢，你用餐巾纸哦，真油你较久无变对无吼？用个餐巾纸先甲怎啊，甲黏黏咧，黏。老师，我讲得好，餐巾纸先甲搭来了后，然后再用迄支多功能的喷头甲喷互淡，喷互淡了后爱偌久？上无爱炒10分钟久。等下自怀餐巾纸全安尼甲黏开，全过了后，安尼就清气啊，唔免卤，唔免拼死命卤，唔免咯吼，就是遮尔厉害，一瓶搞定，叫做万用的哈。落节目了后，共款甲恁服务2点钟久，有需要芳龄服务的，你嘛会使即马敲电话甲小姐交代哈，谢谢。
太阳，白色的风雨，流浪的故里，异乡伴天苦困的男性过日子，也是因有奇久。谁人了解我心事？谁知花谢含泪珠？如此，偏偏歹做母。有些玫瑰，收尽了酸涩。男性爱采花，爱阮吃两杯。反悔阮当初来坠落，也不是母也切。心肝遐呢呢，无情无义来反背，好社会，最恶叫你陪。还袂阮当初来对路，食着心。